而且第一选，若要对妈祖进香，嘛爱关心本身的健康问题。有一个北部一个76岁这个老太太对朋友参加白沙屯妈祖的进香过程中，雄雄甲管咧头咧戆戆，胸坎扎扎，一个到病院检查才发现讲是心肌塌，医生是判断讲可能是这个活动中水啉了伤少，和这个肺变苦，才造成这个心脏病。加在手术后无啥要紧。这边心有一点怪怪的，他后面有一点好像不太正常这样子。伊是来自北部76岁姓周阿桑，身体这么无爽快，是因为几工前伊和朋友去参加白沙屯妈祖的进香，高工8暝活动，行咧就感觉规身躯痛，从紧急送去病院，一个检查发现竟然是心肌塌。好有妈祖保佑还是什么？本来也许是这样的，这些人就。医生说需要处理就处理一下。对了进香出现心肌塌的镜头，医术检判，这个阿桑敢是水啉伤少，肺变老，才心肌塌掉血。黄金时间30分钟，就发生心肌梗塞发作，在30分钟内尽量赶快把它打通。那这样的话，保存的肌肉就越大。医术强调，若是出现心肌塌的镜头，亲像头壳晕、胸腔白白，听话到脚只偏去，得赶紧去医生看。若是无赶紧治疗，产生并发症的几率会加悬，嘛可能会成功死。再厉害，再拖时间，不做心导管，不赶快把血管打通，接下来就是像人家新闻报道就猝死。白沙屯妈祖进香结束，顺利就是大家卖分装。医术提醒，参加信徒一定要随时补充水分，避免肺变老和心脏肺经的流速变慢，增加心肌塌发生的几率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